交互的生迄个我交互遐济，拄好迄个交互停在迄看着脚踏车，安尼用牵的，咱用起来用牵，安尼牵是我会发现惊交互咱这其实安怎来这三只济哦，差一个2礼拜，本来是足大好足大，驶过嘛，安尼怎么驶？人讲会了会我看袂见哦，伊讲我开你也可以开车啊，你也可以开车，我开这边车是我滑倒，开这边车在边歪啊，安尼然后滑倒，安尼即摆就遐济伊就我险死啊！你因为我即个礼拜我险死呢，讲是安怎你是呢？讲是咧甲我看，讲我心脏病，讲心脏病啦，讲若倒会做回来，所以讲平时拢是服药，安尼对，迄个是很好势就讲检查，无即我家己毋知做啥讲伊有敢讲，我讲安尼平时当买分散，来平时嘛有讲啦，我若信了，甲啥个拢知讲，来说这是讲我去做参考，我嘛毋敢来讲这是事实，也是假，也是真的安尼对啦，所以迄个是咧，我就把这个答案家己讲下，下讲了好啊，好啊，足大声，真正安尼，咱就讲一个真帅气的小囡仔真帅气的一个好一个，对我手法我就等于。我死我，倒真的，若安尼我死我，倒真的啦。我是安怎啊？你讲一个原因，我听，即摆嘛真紧张咧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到底是怎样讲？讲伊讲伊即个代志若有伊讲，无人知影，即摆无人知影。不过我先就是讲，人的人生的风景这是就是信。了解，所以伊是呢，甲我讲因老母原是去食左边，因老母去做去食，伊是去食左边，所以牵因去食老母倒出来分开。了后讲你做伙去嫁互对一个人讲迄个事，讲你嫁互迄个事啊，了。是啊，等咱10个月生了后，搁食米三，这囝仔生我饲这老母，所以老母不得已，这囝仔我开花草做事，去做这些阿伯迄囡仔到后来有大收，因开过我师傅做老师，讲计无偌久，因开过煞死，咱开过会死，要做这个囝煞饲，到尾来转去做评价，毋知安怎死，跟这个嘛毋知影法。这伊就讲这个超过到底，这后法度后讲这个名单，伊讲我去做这个人呢，我讲我这款的心理所以真正得罪，所以安尼呢，伊说讲呢，今仔日伊这个修法的恶，足济不只是好势啦，相信讲咱伫咱国家的身上，拢有足济咱修法的见证，拢有足济互咱体会。所以遮呢，咱希望讲咱大家应该好好的这修持。第二个咱讲互咱安尼这样，看我这个建议，会当来得到这个咱做这个第一，所以好是发展的，因咱老前下一句话，较早咱话昨天去老前底啊，老前伊拢甲咱讲一句啦，回去好好修道。
所以每一次好好修道，真正我咱老前讲，每一次好好修道，真正大家好好修道，大家拢学习。这就是讲来讲，也是咱报社一款经验啦吼。那我们咱先到这吼主家来做一堂课，这嘛是咱报社见证吼医生的咱即摆后壁咱。继续